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你阁知影有这个家哦？把 David 叫出来！伊无伫咧。这个情形，我一定要找到伊。David， 出来 ！David， 你赶快出来 ！David。David， 妈，你紧走，恁爸爸来找你算账啊！妈，我唔知影我安尼做，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当然对，为正义袂当自私。也毋过，我你嘛算自私啊！为了圆圆，我出袂饱。爸，你目睭内还有我这个爸爸哦，啊！我甲你请养大汉，互你去读册，读到大学毕业，你唔知影甲有效，跌倒来甲害哦。爸，卡叔讲，我真正要害你，我早就叫报警啊！你这畜生！你敢出去，永远拢唔准你回来。这个家无属于你的，爱走的人应该是你。拢是你这个老太婆，该生歹气啊！后生则无歹，歹的是你，你做歹代志，后生当然会当检举你。爸，莫甲我叫，我未承认你是我的囝。我希望你以后莫去做歹代志啊，好不？点伊！你竟然敢甲我假死，哈！你无想看卖咧？你规工敢若知影伫外口落乱说，敢若一个花花公主，敢若知影开钱乱交女朋友啊！我知影我过去的生活真糜烂，也毋过即马我已经清醒，所以我才会苦劝你。妈，我想要出去找头路来做，以后咱莫阁摕爸的钱来过日子啊！喂，妈，
以后任何一个查某囡仔打电话来，拢莫叫我。哪安尼弯弯呢？我想要专心创一番事业。喂，你要找谁？哦 ，David 啊，伊无伫咧。安怎 ？David 有伫咧无？你看你的性格爱小改咧，代志无想我清楚就先讲妈妈的，搁共挂电话，人当然会生气啊！哼，生气就生气啊，有啥物了不起的？婉婉，你过来，婉婉啊，过来啦！啊，婉婉啊，过来啦！大看姐，啥物代志？家己唔对啊吼，都爱承认啦。是安怎性地要遐尔啊倔强啊？你妈妈讲你两句啊，嘛无啥物唔对啊。你看卖，你头拄啊应话迄口气哦，迄是啥物态度啊？大看姐，我无对阮妈安怎啊？我明明有听到，你搁讲无安怎？婉婉啊，你都爱想看卖，你妈妈逐工透早，天也未光，都爱去菜市啊买菜，然后返来厝诶洗菜煮饭，无用咧照顾迄间餐厅。伊规年通天遮尔辛苦，你敢知影是为着啥啊？希望啊，煞煞去啦！袂当煞煞去，紧甲你妈妈回信咧。妈，是我唔对。也阁有啦，东东叫你去甲 David 回信咧。好啦，嘉勇，是安怎？身体无爽快哦？我头有淡薄仔痛，食头痛药仔就好啊。原来嘉勇咧食避孕药。老的啊，你身体无爽快，我来就好啊。哎呦，煞煞去，煞煞去，大部人做啥物家内事，看你的报纸啦。哎呀，两份报纸拢看完啦啦。我看明仔载我去甲你加订一份，迄叫啥《民生报》啦。你毋是定定关心婉婉，迄份报纸哦，报道艺人的新闻哦，较多啦。较免你吼报代志，敲电话去问周爱啦。哎，你讲话莫拢定你甲口说好无？自从咱搬来台北以后，我都唔捌去周家啉过酒啊。周爱娜是婉婉的妈妈，婉婉是东东的妹妹，我关心婉婉敢唔对哟？
联合唱团解散。安尼嘛好啦，歌厅内面足复杂的。婉婉男是为着唱歌，嘛袂互咱大家替遮尔操烦。念伊结婚，念伊离婚，害人迄个David为着婉婉，连因爸爸拢袂惨啊！也毋过袂互婉婉去唱歌，伊一定会生气。你惊伊生气，我无咧惊，袂当啥物代志拢顺利啦。我一世人对两个查某上顺着。细汉的时阵是对阮妈，食老啊是对我的查某囝。你赶紧食药啊！也若无陪陪下班转来，看你无食药啊吼，又要搁念几宝啊啦！妈妈，你今日足乖的，有准时食药啊？嘿嘿。恁妈妈哦是爸爸的乖宝贝啦，我叫伊食哦，伊就食啦。嘿嘿。你才是我的乖宝贝咧。爸爸妈妈，我要出去啊！培培啊，你哪会拄转来呢？又搁要出去啊？爸爸，我下班时间还未到啊，我搁要去过高啊做家庭访问。你转来是要创啥物啊？我是转来检查妈妈，伊有按时食药啊无？你哦，培培啊，你拄则讲家庭访问是做啥物的啊？有一个姓金的，因已经生9个囡仔，我要去教因制药的方法。哎哟，你是还未嫁查某囡仔呢，哪会常常去甲人讲生囡仔的代志呢？哪会袂用个讲的？人培培的工作吼，都是安尼啦。培培啊！过高啊，足远的啊，我陪你去哈。你就是爱出去放骚啦！你知影迄个生金要带倒去？哪会唔知影？我顶届吼买猪仔囝的时阵，就是伫迄个生金的隔壁找到的啦。培培是要去找人，也毋是去找猪，你去做嘛见啊？爸爸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去。嘿妹，你年岁这么大，骹手慢蹲，你去哦会增加佩佩麻烦呐。规气安尼啦，叫第三个陪佩佩去就好啊。无爱你就莫去。培培啊，好啦好啦，就互恁三兄陪你去啦。也若无恁妈妈一个生气吼，镜头又搁要夹起来啊。三兄，你咧笑啥？你唔着徛较早咧？我头一摆骑这种细大奥多摆，我嘛是第一摆载查某囡仔。细里头前有车啦！三兄，你是创啥啦？路足骨的啊！好啊，你来换我骑啦。你要载我？迄嘛无法度啊，谁叫你技术这么歹？起来啊！小迪，小迪，妈，
代志啊？有一张你的批，是毋是冰冰写互你的？嗯，小弟啊，我听冰冰因爸爸讲，伊杀人呢。以后你是毋通搁甲伊有来往。妈，你莫冤枉冰冰啦，冰冰伊无杀人。因爸爸亲嘴讲的，敢讲因爸爸搁会冤枉伊哦？爱弟，将来毋捌写批互你，毋知影要安怎写，心肝内足乱的，足酸的。头一摆去用扣手扣的时阵，迄种滋味足艰苦，敢若世界要放弃共款。我头壳内底乱七八糟。然后世界就变成一片的乌暗，我亲像一粒流星，对天顶落落来同款。这内底连一点仔日头嘛无，一点仔温暖嘛无，足寒的，对心肝内底寒出来，我寒甲皮皮臭，我的心肝内规个拢冷叽叽。小弟，是安怎？阿妈，过来。阿妈，小弟，乖，莫哭。你受啥物委屈？甲阿妈讲哈。冰冰伊写批互我，伊是讲啥？伊讲，伊亲像为天顶人落来流星共款，伊的世界一片乌暗。阿妈，冰冰有够可怜的，伊讲，伊需要公平，需要温暖，需要爱的关怀。阿妈。冰冰真乖，冰冰无杀人，现场我看了真清楚。冰冰是为着要救家姐。我就知影，冰冰是一个乖囡仔，伊哪有可能会杀人？阿妈，你紧去把冰冰救出来，好无？好，当然好。冰冰是阿妈的心肝宝贝。阿妈嘛真唔甘伊伫个监狱内底受苦。家姐，哥。家姐，出去以后爱学好，将来考一个好的高中，然后考上大学。家姐，妈，家姐，你已经读册读几工啊呢？应该去外口行行的，透一下气啊！妈，我就希望今嘛随考到大学。你初中都还未毕业，是要考什么大学啦？我一定要考到大学，我一定要考到大学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对不起哥。恁小弟姐来呀呢，敢要叫伊来替你补习哈？我要家己用功，靠家己的力量考到大学。妈，小弟姐是毋是伫阿妈的房间？嗯，乖。
别哭啊！别哭啦，小弟。小弟姐姐，小弟姐姐，阮哥哥无杀人。我知影，当时我嘛伫现场，我拢看到啊。伊是冤枉的，哥是为着我，你敢会怨恨我？阮哥是好人，你知影无？我比你更较了解伊。那安尼，阮哥宏乖，你敢会变心？你敢会等阮哥转来？不管冰冰风怪偌久，我拢会等伊。多谢你，小弟姐姐。喂，叶凤元，啥人？我就是啊！你讲200万传好啊未？你敢袂个甲我讲？你贵姓？你唔免知影遐尔多，你只要伫3天以内，甲200万传得好，交我就有。我即嘛无遐尼侪钱啊！你是咧骗笑的哟，业党的啊！你钱若是唔敢交出来，业家济性命都保袂掉啊！你竟然敢做出这种犯法的代志，莫搁点仔提倡啊啦！钱已经甲我传得好，3天以内，我会搁敲电话找你啦，啊！也毋过3天内我袂付啊！我无咧插你遐多啦，我就是要治钱，要若无，我就要治业家济性命。喂。苗苗，家姐敢有伫咧？好，从即摆开始，你也顾好家姐，绝对袂用互伊出去。另外，若是无熟悉的人来试电铃，绝对袂用互因入来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为啥要安尼做？我是恁某，你必须爱甲我讲，你一定爱甲我讲理由啊！妈无伫身躯边，客厅敢若我一个人，你放心啊讲啦。要哪有这款代志咧？3天之内爱200万，我当然相信你啊！我一定会顾好家姐，顾好咱这个家。凤元，我感觉有淡薄仔惊呢，你敢有办法来解决？我知影，我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。你稍等一下吼，家姐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送小弟姐姐转去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出去。妈，我是煞去外口行行啊。袂用的，对今日开始，你一脚步都袂用踏出这个大门。为什么？这是恁爸规定的。若要问理由，等暗时恁爸转来，你再搁去问伊。爱弟，我毋是挑工，我是惊伊找理由送你转去了后，人搁无去啊。也毋，我原本就甲家姐讲过啊，唔免伊送，我家己转去就会用的啊。我叫5阿叔开车送你转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会转去。也毋再见。
杨，冰冰甲家姐同款，拢是乖囡仔。阿嬷，冰冰，冰冰，你那规手拢是血。阿嬷，我杀人啊！什么？你杀人啊？阿嬷，你爱救我，你爱救我！冰冰，啊！冰冰。袂困哦。下班了后，我都有淡薄仔枵，甲几个同事去食寡宵夜。以后我尽量会较早回来的啦。莫阁生气啊啦，好无？ 这是毋是你的头痛药啊？你为倒位找到的？你放珠宝的箱仔内底。你是安怎要后袂变我的物件？
爸妈一日到晚不忙，你会当生囡仔？我无爱，我就是无爱生啦。你敢知影？7月平假，我亲生王家，这2届香火，这2届后代，因生命的影响，拢伫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安尼你去洗好啊？我才唔甘愿，遮尔少年就互囡仔放掉的。你唔知影，拍一个巴肚，穿到巴肚的衫裤，迄个模样有偌歹看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互我以后大家打官，甚至互在你遐的阿姊、小弟、小妹，搁较忝、搁较苦，我都甘愿。也毋过，你即摆爱我替你生囡仔，我做袂到。尤其是最近，公司想要升我做组长，互我负责规化妆品的部门。我甲你结婚，并毋是叫你来补遐有诶无诶化妆品。我是希望你会当生囡仔，传宗接代。你凊彩去找一个查某就好啊，是安怎要娶我咧？我毋是生囡仔的机器，更加毋是低调低保。你是安怎啦？东东啊，恁冤家啊？无啊，我明明有听到恁冤家的声。可能是我讲的伤过大声。东东啊，家用哦是妈后头厝的亲情，伊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嘛爱看妈的面子啊。哎，我知影，伊哦脾气无好，哎呀。啥物咧无好尔？哎，你是好啊袂啊？啊，因两个已经咧冤家啊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我哦，哎呀，东东啊，伫咧厝里，你毋是一个法官呢，就算家用哦，伊有心想要替你生囝，哎哟，看到你这个面手哦，心内嘛是会惊哦。东东啊，对某吼爱温柔体贴，夫妻才会恩爱。查某人吼是上爱听翁婿讲好话，为着平价，嘛为着王家，你着加讲几句好话啦哈。哎，紧入去哈，紧嘞。你毋免阁食你的头痛药啊！按今仔起，我搬去囡仔房困。
你为啥要啉酒？我无欢喜，我生气，我实在是真生气。你是咧气啥？就是迄个 David 啊，伊个掠你啊？你甲大哥阿姐，毋是爱我去甲伊回信的，啊，毋过我无想要去，无去，恁阁会甲我骂。你毋是困啊？哪会阁起来啊啦？大哥阿姐，大哥阿姐，你迄个眼神真恐怖呢！大哥阿姐，你莫安尼甲我看啦！站起来！大哥阿姐，站起来！麦娜，小家伙咧。阿你走啦！大哥阿姐，你是安怎拍我？我唔甲你跑，你就飞上天啊啦！我哪会当飞上天就好啊？过来，徛在我面头前。自从你出世到今嘛，大哥阿姐敢捌甲你拍过？大哥阿姐连对你较歹一点啊，都感觉真唔甘呢，你知影无？以后不准搁啉酒啊，有听的无？听到啊！明仔载去甲 David 回信嘞。好啦。我叫弯弯。啊，请入来，来坐坐。多谢阿母。今仔日哪有闲啊？我来找 David。啊。伊咧房间内，我去叫伊哈。妈，我无想要见。为什么？这都奇怪啊！平常时啊，你都一直咧念伊，这也弯弯，迄也弯弯，即马佫无爱见伊啊！恁遮的少年人到底是咧变什么把戏啊？妈，你去甲讲我无伫就好啊。我已经甲讲你咧厝的啊。那你就讲我拄则出去，你唔知影，凊彩编一个理由，安尼讲我会用一个。我是无亲像恁爸爸，规工咧骗人，清清菜菜就用去编辑80种理由来。妈，拜托啦，你赶紧甲请走啦。坐啊，坐啦。拄则去看伊咧房间内，唔知什么时阵走出去的。
我有看到伊的车，搁伫楼骹。是毋是伊无想要见我？无啦，伊无伫咧房间内，毋知是啥物时阵走出去的。有啥物代志，你甲我讲，我才甲伊讲。煞去啦。婉婉，阿姆，我先来走啊。我爱较早一困啊。这到底是安怎？随在伊要安怎嘛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互伊知影，我 David 绝对毋是一个干那知影会晓耍的花花公主。我要来睡头路啊！食唔着药啊！哼，实在有够讨厌。你咧骂谁啊 ？David 啊，够像。你有去找伊哦？实在甲我气死！我去因兜找伊，伊明明有伫咧，煞叫伊妈妈骗我讲无伫咧。大看阿姐，我生到遮大汉，从来毋捌遮尔无面子，真正是气死我，气死啊！大看阿姐，我一世人毋捌互人安尼欺负过。今日若毋是因妈妈伫咧，我一定撞入伊的房间，撕伊两个喙皮，搁再灭三骹。婉婉，人活伫世间，只要家己有真心，对得起别人，安尼就有够啊。人是毋是肯接受，迄是别人的代志啊。我就是生气嘛。代志过去啊，就莫想遐多啊。本来就是啊。对今日开始，我绝对袂阁想迄个 David 啊！哦，听你安尼讲，伫今日进前，你阁咧想伊？你想伊嘛无啥物唔对啦。你愿意答应嫁互伊，就表示你对伊阁有淡薄感情。大看者，对即马起，我无爱爱情啊，我只想要趁钱。我是感觉钱无介重要啦。谁人讲钱无重要？若有钱，就会当互你医病，佮会当互阮妈开大餐厅，啊，佮会当互冰冰请上好的律师，啊，佮会当，哎呀，菲利会当做真侪的代志就对啊。大看者，我即马已经决定啊，我要找人投资做唱片，啊，佮有我找会到写歌的人，只要歌好，唱片大卖，我就会当赚遮侪的钱。婉婉，要行演艺界，除了本身的才艺，都爱搁靠运气哦。哎呦，我袂一直遐尔衰啦。婉婉，这条路真歹行，大哥这半戏半一世人，到最后嘛是这尔凄惨嘛。我拖累着恁妈妈，还阁有你。大看者，你莫一直讲这款话嘛。查某囡仔上介重要的，就是爱找一个好的对象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David 这个囡仔本性阁袂歹。
讨厌啦！大看少，你莫搁再提起伊啊啦！张先生，你经历这桩，你袂记得啥呢？我毋捌伫北京公司上过班。哦，张先生，你对大学毕业到即马遮侪年啊，拢毋捌上过班哦。张先生，真歹势哦，阮即马所需要的是有经验的技术人员，这个工课啊，对你无啥适合啦。我虽然无经验，也毋过我真紧就会晓。真歹势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David 啊，你莫甲讲耍笑好无？好诶，我哪堪你讲耍笑啦？嘿，你要来我这个小公司上班哦，你敢毋是咧讲耍笑？我是真认真来这应征的呢。哈哈，煞煞去啦！我熟悉你哦，原来足侪年啊啦，我敢无了解你？来我这上班，起薪是12000块呢，也无够你张少爷一工的开销呢。你莫甲创低啊啦！我真是要找一份头路，专心要做工课。哎呦，阮这间是小庙呢，你这阵声名这大声，阮猜袂落啦。佩佩啊，用的喏，是毋是你干嘛哈？哎呦，佩佩是看到皮就开始哭啊啦！妈，爸爸，阮小弟太人互关起来啊！哎呦，哪会有这种代志啊？